喂，你哋聽咗未啊？涉嫌偷竊被捕，已經起翻金器等全部贓物。政府表示高度關注事件，要求最近 TVB 新聞女主播陳思朗成為網民嘅熱話，事緣早前譚詩雅宣布辭職，於是無線就安排陳思朗接棒。咁佢由3月6號起就負責主持深宵新聞，迅速引發網民關注。有網民截取佢報新聞嘅片段，話佢發音獨特，將尋晚讀成咗陳晚，將爆竊讀成咗爆竊，將偷竊讀成咗偷竊，將超重型導彈就讀成咗導彈，讀音就十分之喜感。仲有唔少人話佢自帶葵芳腔，即係同夜王入邊嘅葵芳口音相似啊，認為佢咬字同埋語調都相當之唔流暢，甚至仲質疑佢嘅專業能力。叫做 Francesca， 今年係19歲半。不過亦都有部分嘅網民認為佢呢一個唔係鄉音，反而係似80年代嘅港式咬音，又或者係正宗嘅廣州口音，只係同現代新聞主播風格略有不同。認為外界應該俾多啲包容，俾機會新人成長。